寒流到地，各地拢零四是伫森林倒水潮的鱼仔场，用这个塑胶布甲鱼仔盖掉咧，要种草鱼的业者来抽网仔，袂防寒风。日一透早，温度敢若18度，风搁正透，一阵吹来。森林有鱼仔场的人讲，最近当咧准备早期场的鱼仔，大约搁半个月就会开始捕潮啊。不过即马拄着寒流，上惊鱼仔冻着伤。白白种超10万匹啊，算惊咧较袂大啦。无砍的袂大啦，暗时来砍我，日时若日头日时来掀开。鱼仔场的人讲，鱼仔为野种到出货需要20天左右，若阵冻着伤，恐惊影响出货时间。不过寒流到地，气象署嘛针对森林、嘉义、台南发布强风特报，有草鱼的观光果子园烦恼受影响，路边赶紧来绑乌网仔来zak风，都惊影响到草鱼的产量。风太大的话，会影响到那个小股还有那个色素不好。来到森林沿海，勇士河无用开水车甲大济水，甲水温提悬，但是烦恼刷落来温度降到10度以下，恐惊会阁造成扫目鱼冰多。寒流一波一波就来啊，伊就冻较袂调啊，所以吼，就自求多福尔。有大西勇士河表示，顶个月已经有不少扫目鱼，因为温度伤低冰多，即个寒流恐惊温度会阁较低，勇士河敢若会当加强巡逻。农业单位嘛呼吁农渔民，扫落来即几天寒流到地，要做好防寒措施，减少灾害甲财产的损失。记者欧伟雄，云林报道。